诗班。接下来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在这普世欢腾、迎接基督来临的日子，帮助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玛利亚，圣母玛利亚，她怎么样领受天使的传报，教导我们认识真理，活出真理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非常有名的，叫做圣母领报。圣母玛利亚领受天使报佳音。那我们以前总觉得报佳音是天使传给牧羊人，我们比较忽略了天使亲自向玛利亚报佳音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只有默想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天使报佳音到底是什么内容，这是我们要相信的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学习玛利亚她怎么样对于这么美好的信息，她怎么去欣赏、接纳、拥抱。好，我们来想，天使报的佳音，他对玛利亚说：“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”那耶稣是希腊文，它的希伯来文叫做约书亚，就是约书亚。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上帝亲自成为我的拯救。在旧约里面，这是以色列人最深沉的渴慕。他们认为那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、跟人类的上帝，管理宇宙万有的、跟人类的上帝，他可以亲自来到人间，来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恩待我们。所以旧约里面很多人都喜欢取名叫约书亚。耶稣的时代也有很多人喜欢取名叫耶稣。那个意思就是我是以色列的近前者，最深层的盼望跟渴望。而耶稣呢，取名叫耶稣，从此以后大概犹太人跟基督徒大部分都不敢取名叫耶稣了，所以耶稣就成为专有名词。那意思就是那个旧约最深层的渴望，弥赛亚的渴望，现在临到人间，成为历史上的事实。好，天使先告诉他这个名字，第二个，天使就告诉他说，他有两个身份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然后呢，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。好，所以他有两个身份，一个身份是来自上帝的，他要伟大，是至高者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玛利亚她那时候最大的怀疑，说怎么可能有这回事？她说了一句话，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说：“我还没有出嫁。”我们的翻译翻得太文雅了。其实那个希腊文是用希伯来文的写法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不认识男人。”认识这个字在亚当跟夏娃的同房同一个字，就是希伯来文的亚大。换句话说，那个玛利亚说：“我没有跟任何男人发生过性的关系，我怎么可以怀孕生子呢？”可见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，圣经上在创世纪说他叫女人的后裔。好，我们来想一下来，请问亚当有没有肚脐眼？亚当有没有爸爸？有没有妈妈？没有，他没有男性的源头，也没有女性的源头，所以亚当是无父无母，是上帝亲自，对不对？造他的。请问夏娃有没有男性的源头？有，他来自亚当，对不对？请问他有没有母性的？没有，所以夏娃是无男有女。好，那你我呢？我们是有男有女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人类的源头有无男无女，有男无女，还有一种是有男有女。我们一般人都是有男有女，对不对？而耶稣基督呢，他是有女无男，
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是女性的后裔，上帝的圣灵临到他，至高者的能力应庇他，所以他是至高者上帝的儿子。这是从上帝的源头。第二个源头是他从大卫，是指着以色列人在渴望有一位弥赛亚，是大卫的后裔。这个人要坐在他的宝座上，要直到永远。结果呢，我们以为那个人是所罗门，结果所罗门死了，而且所罗门也败坏了。换句话说，所罗门所造的圣殿，只不过屹立一段时间而已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了，是要造一个不是人所造、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所以那是指着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超越的上帝，他也是上帝的儿子，进入人类的历史。所以呢，约书亚耶和华的拯救就变成了历史的事实。这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重要的不是在这里，重要的是玛利亚怀孕，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她的生命中。我们也可以邀请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所以那就是我们的圣诞节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信息。第一个信息就要我们真正的亲自的认识耶稣，就是请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。好，第二个我们来看玛利亚的典范。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。”哦，这句话我们看起来平铺直述，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可是这句话就是响应的约书亚，当他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把以色列的12族召集起来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说：“你们要侍奉谁呢？你们要侍奉埃及的神吗？换句话说，你们这些受害者要变成一个奴性吗？去服侍那些奴隶里面的吗？还是你们要侍奉那大河那边，你们的列祖列宗在那个幼发拉底河的那边呢？还是你们要迦南地的神呢？”接着他说：“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As for me， 至于我，你们都不信的，我还是要信。我不但要信，而且要让我的家族传承下去。”好，婢女的意思就是玛利亚非常的谦卑。这个就是回应到旧约里面，所有的人都在背叛上帝的时候，有一批忠贞的人，叫做旧约的义人。那个义人就是少数的贫穷人，他就是谦卑的说：“我愿意顺服。”换句话说，众人皆醉，我独醒。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所以他是一个谦卑者，一个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，就是一个最尊荣的人。骄傲跟尊荣是不一样的，骄傲是高抬自己，然后把别人践踏；尊荣是从神的眼光看自己，接纳自己的身份，然后呢，自尊产生对人的尊敬，自尊而那个。所以骄傲之前必有败坏，谦卑之前尊荣之前必有谦卑。玛利亚就是这个谦卑的顺服者，在上帝中成为一个最尊贵的人。好，第二个，玛利亚是一个上帝圣言的聆听者跟实践者。他说：“出于上帝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”好，那玛利亚对这句话呢，就说：“看哪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我们的圣经里面为什么和合本没有把那个“看哪”翻出来？很奇怪。Behold, behold, behold， 就是看哪，没有翻出来。那别的圣经译本都有翻出来，意思是说，是的，就在上帝面前立正了在天使面前，是的，你看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我愿意完全顺服上帝你的旨意。他对上帝绝对的信任，所以上帝的话语就成就在他身上。所以圣母领报，这是先知性的呼召，对不对？旧约里面一呼召先知，所有先知说：“看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好特殊哦？我们以前有讲过，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是使徒中的使徒，对不对？
他是传报耶稣的复活给所有使徒，而使徒的职分就是见证耶稣的复活。没有想到圣经里面女性竟然成为使徒中的使徒，而这个圣母玛利亚呢，是使徒之前的使徒。她在生命中辨识、聆听上帝的话语，就回应、就遵行、持守上帝的话语。她这个人极有胆识，去领受上帝为她量身定做的巨大使命，对不对？她好特殊哦，这样的人，所以她成为我们的典范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尤其我们今天有人要受洗，还有人要坚信礼。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一信主、一受洗，我们领受了恩膏以后，我们同时就有三重身份。我们是先知，所以要宣读、聆听、遵行、宣讲上帝的话语。玛利亚就是这样的典范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是个祭司，蒙召做祭司，敬拜、服侍、祝福人。玛利亚的怀的胎，成为普天下所有人类的祝福，好特殊哦！所以玛利亚她勇敢的承担的行动，不是自我贬义，是一个大胆的用自己的自由去顺服上帝的话语。好，第三个我们来看玛利亚给我们典范是，玛利亚一个很特殊的委身精神。她答复上帝的呼召哦，对我们而言好像很简单，可是这个承诺使他卷入了巨大的风险呢。因为拿撒勒才上百人的地方呢，上百人的地方哎，小地方哎，未婚怀孕，在一个极保守的小村落里面，她不是英雄式的那个女超人呢，她是一个渺小的乡下姑娘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她这么答应以后？那是难以承重的轻呢，冒着被视为淫妇、被用乱石扎死的危险，所以他向天使说：“我不认识男人。”他这个又很十分的注重名节，然后就要被怎么样街头巷尾指指点点，可是他还是愿意承担。换句话说，这一个清纯少女玛利亚，他没有做衡量厉害、全能厉害的计较，他勇敢的说是，而且又谦逊的、又坚毅的说是。结果就把人类带入永恒的光明当中，因为耶稣基督就透过他新创造的造始，重新连接天人的合一。这个人就是敢牺牲。好，最后一个。我很惊讶的，我今天在讲的信息里面是参考了正教东方教会他们对于这个的观点，另外一个是女性神学的观点。玛利亚成为所有女性的典范，非常有主体性。上帝赐给人类最尊贵的礼物之一就是自由意志，所以上帝没有夺回人类的自由意志，他仍然尊重人的主体性。没有强迫人要勉强的接受救恩，他等待人开口，等待人厌倦罪恶，期待人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甚至他的儿子要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对圣母玛利亚还是征求他的意见，希望充分得到玛利亚的同意。而这个千挑万选的童贞女，她说：“看哪，我是主的使女。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你有没有发现，童贞女玛利亚勇敢的、果断的、大胆的运用她的自由、她的主体性，充分的接受主的爱，接受主的托付，把自己献身给主。这种女性真的是非常特殊的女性。还有这个故事很有趣哦，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里面，一个未婚女子是没有法律地位，嫁给人了以后也没有法律地位，只是某某人的妻子，除非她生儿育女。所以在那个时候被藐视的时候，你看一般传达喜讯是传给男生，结果这段圣经里面说是传给谁？玛利亚。
对不对？所以好特殊啊！你看，跟那个前面撒迦利亚不一样。撒迦利亚是尊贵的祭司，撒迦利亚得到天使的传报的时候，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而这一个卑微的女子是在一个穷乡僻壤、人不认识的拿撒勒，在身处一个在家从父、出嫁从夫的文化习俗。其实到了19世纪、20世纪还这样，犹太人还是这样。你们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，他3个女儿，他都期望是父母替他做主，然后要嫁给谁？可是他3个女儿就反抗，就变成传统跟现在的挣扎。而玛利亚是在2000多年前，所以你看圣母敢领受天使的传报。他没有说，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你传给我未婚夫了，给我爸爸了，了解吗？没有，他敢领受，而且完全没有征询任何男性权威者的意见，也没有经过他们的许可，所以圣母跟上帝的关系完全超越男性的掌控，所以圣母领报了这幅图画，没有见到任何有权威、有决断力的男性的角色，没有。他胆敢的在上帝面前说：“这是我的立场，了解吗？”我们的文化要求遵守3从4德嘛，对不对？在家从父，嫁夫从夫，夫死从子，所以从来都没有建立女子的主体性。所以这段圣经在家传递什么？古今中外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里面，常认为女性要娇柔，而且要做作。对不对？娇柔做作要倚赖，不可以骄傲，不可以有主体性，不可以祝福，没有权利欲，最好要自贬，然后呢，自我发展都不齐全。所有女性都被面临过分倚赖别人的判断，过分倚赖别人的决定，然后呢，过度取悦人而贬义自己。圣母却打破了这个僵化的女性形象，好特殊哦！我们读圣经，我也非常感谢这个女性神学家他们有这种亮光呢，了解吗？我真的很受德国那个女性神学的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连续生2个女儿，全家除了我以外都是女性。然后呢，我怎么可以生2个女儿跟我太太，在一个华人社会重男轻女的里面遭受糟蹋？糟蹋的国语怎么讲？糟蹋，了解吗？而教会里面动不动就是女人懂什么？顺服，了解吗？好，天使向加百列报喜讯，使他向所有被选召的先知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女性可以做，男性可以做拿比，拿比是先知的；女性可以做拿比亚，就女先知。所以我以前常称我那人叫做拿比亚，女先知。所以圣母在上帝面前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他就成为上帝忠诚的同工，或者叫合作的伙伴。他说 ：“Yes， 绝对不是消极胆怯，然后倚赖的一种被动回应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他说 ‘Yes’， 意思要从一个安全、舒适的环境里面被脱离，进入危险里面，被认为淫妇，被乱石砸死。所以那是多大的危险，那是多大的果断啊！真的很精彩。我看只有女性敢这样，男性不敢。我发现真的好，所以你看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那些敢去耶稣墓园的是谁？女性，对不对？而圣经的作者是谁？男性。男性怎么写女性呢？因为很漏气、绕亏，因为男人真的没有去。所以在父权的社会跟教会中，圣母非常的先进，而且非常的有创意。她不是被迫成为耶稣之母，而她是经由她自己的自由的抉择。所以玛利亚给天使的答复，
并不是一个可预知的结论，它是可以拒绝的，但是它不是被动的接受者，它是一个主动积极的参与者。我是巴不得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姐妹成为这样的主动的参与者。我们以前邀请她参加那个读书会或者那个妈妈成长班的时候，好多妈妈说：“不要，我要问我先生。”他先生说：“你去那干嘛？”哦，那我不敢去，我先生反对。我说：“你看你先生什么事啊？”可是好多人都被动，就恐惧。那你自己挖坑跳下去，对不对？应该说我参加了很有帮助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我们有一些妈妈是这样子，结果她先生真的来参加了呢。那他来参加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好了，我给你们陈牧师一个机会了。他如果讲得烂，我下次绝对不去。”结果他一参加以后，就一直参加，好感动啊！他就把他的那个几个门诊排出来说：“这段时间会来参加不可。”真的很精彩。亲爱的，一个可爱的年轻的妇女，这样勇敢的做承诺，她正向所有的女性宣誓。虽然我们可能仍然处于一个男性主导跟支配的环境里面，但是跟我们切身的是，关乎上主跟我们个人自己，我们是可以不受男人所宰制。我们要聆听圣灵，然后自己在上帝面前做决定，那是关于你个人哦。如果关乎全家，你当然要个商量啊，了解吗？这搞清楚啊，不要把牧师的信息听错了。从此以后我要有主体性，老公你不要管我。丈夫者一丈之夫，一丈之外我都不理你。不要这样子，是一个。所以我刚才讲的自尊的意思，就是自尊就产生尊人，自爱就爱人，自信就信任别人。所以这段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玛利亚成为上帝施恩的管道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个蒙召做上帝的婢女是无穷的光荣？恩主是上帝，所以他的婢女当然非同小可。所以这段信息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：蒙恩的人成为上帝施恩的管道，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自我陶醉，反而会觉得尽心竭力把上帝的恩典透过我去施恩给更多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今天圣母领报的事件仍然不断的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渴望我们中间所有人都能够亲自接受耶稣基督，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见证人。主，让我们也勇敢的去答复，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的姐妹以及为普世的女性来祷告，她们处于各样的艰难处境里面，让她们能够重新燃起希望，像圣母一样破茧而出，展开创造性的活动行动。我们这样祷告交托，奉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